天数眼能来救灾嘅美军直升机今年开始执行任务，不过因为台湾本土同湿度如果高，特别提升起比，故所美军直升机唔敢展现清态是得吊挂16公吨的性能。第一日成果部署的吊为5台4.8吨的小型怪兽，到高雄也那么下乡，天数亦能来畅通山路。军方安算喺美军的天数下是得上一批。时间。机组人员当成日控制直升机到这天的高度，将怪兽吊挂到 MH531海量直升机。MH6直升机载入炎热天都后背，预计会先吊挂16辆重建的机械，送到南马下乡地无法度通行的区域，先畅通台路。早上6点53分，两辆 MH6起始 N 直升机先后来到空军台南基地，直升机降落，让机弹盘演战是了我国的空军、陆军、少国的任务研究会议。美军的陆战队官兵来自地图目标上，把时间进行通信的测试。经过双方的讨论之后，我军的陆航飞行员坐上了 MH531的直升机，到再起去勘察体验到运输的路线。日本美军派直升机协助10辆怪兽到山腰，进行高空站起着山起，发现有鬼，波来南马下向两个地方进行救灾任务。预计礼拜的吊挂任务在台北土的减少救灾的时间。本地还能模仿到通行的区域，在对最短的时间当中畅通，同时也运送比较物资进入灾区。下个新闻综合报道。